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公视台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俊。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前台北市长郭文哲任内除了台地港金华城甲北树科3大争议案件，即马阁予国民党的议员各发万代第一渔港市场改建案备案。家己太保站一间家厝火烧，住伫遮的一口罩7个人，其中老母甲2个后生死亡，老爸带查某囝逃出来有受烫伤。即马司法人买卖厝需要审查许可，要来压制炒房，所有企业以宿舍的名义来买卖好业厝。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已经修正相关的办法。前台北市长郭文哲任内除了台地港、金华城甲北树科3大争议案件以外，即马搁再逼出万代第一渔港市场改建案有高级的备案。国民党的议员今仔日就去监察院告发。另外，民进党的议员嘛咧质疑讲，郭文哲伫咧任内甲新工人寿签南港转运站 BOT 案的代志，牵涉到道理的问题。现任的市长蒋万安嘛答应讲会启动调查。那我们来告的就是检举柯文哲前市长在渔果市场的改建中涉嫌绑标。准备好相关的资料，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小平用舌头林行礼7月透早到监察院告发前台北市市长郭文哲，指出国政府伫万代第一渔港市场改起案涉嫌官商高价绑标，是第4大备案。预算没有到期，我怎么敢去标嘛？叫我盖一半，这种万我是我不敢做的正常厂商。简单讲就是你讲好了嘛。议员指出，渔港市场捌3摆流标，最后才透过减项发包的方式，由维京集团下骹的中华工程以115亿增加介绍得标，必须台北市议会今年初爱追加49亿预算才能继续起。国民党回应是因为疫情期间营造不佳一直起来，所以需要增加预算。第4、第5弊案你怎么看啊？全天下哪有那么多弊案啊？拜托。中华工程是发布3点声明表示，维金集团主席沈庆景不是中华工程董事长，工程一切按照台北市招标的内容评估了后进行投标，绝对无不法的代志。对不实的言论伤害公司上股会保留法律追诉权，不过要机关积极。国民党伫任内甲新工建寿签订南港转运站 BOT 案件，涉嫌独立财团。所谓的招商不利的理由，把权利金调降了将近1半，那导致市府的收益整体降低超过10亿元，在明年年底履约期限以前，几乎是不可能完成。外界或者议会如果有疑虑，当然我们就会来尽快厘清。工程有无法如期完成，都有相对应的法则。面对台北市真侪项工程疑云，现任市长蒋万安承诺启动相关的调查，对工期延长的部分也依照法则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准总统赖清德20特别宣誓就职，前美军印太司令阿基里诺就警示，伫咧5月20前后，中国有可能会去侵扰台湾，和台海的局势愈来愈紧张。咱的国防部副部长毕鸿辉表示，国军拢有掌握重要的情势，嘛强调咱国军袂惊开战，嘛无望开战。咱会甲理念相同的国家共同来维持和平稳定。中共最近新冠两岸紧张局势，外界关心赖清德上任了，中共是毋是对台湾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国防部初步发布侦测强机16台次，其中飞过海峡中线、甲延伸线、建立西南东部空隙的8台次，再加上6台次的强舰鸟台。前美军的印太司令阿基里诺警告讲，中国伫咧武力抗前后，可能侵了台湾本岛甲金马。国防部副部长毕鸿辉强调，国军拢有严密的掌控，也向中共发挥。在520前后，我们国军也会秉持我们的所有战备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求，来严密的关切对岸所做地区性的和平稳定的破坏。
和理念相同的国家共同来呼吁他们，必须在这个情况之下能够维持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针对陆委会报告内面有讲到，中共加大反独促统，抑个伫咧2027年具备反台的能力。毕煌辉表示，无论是2027、2035年，各军拢秉持无惊战、无求战，也会继续甲理念相外国家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立委追问讲，日本甲韩国想要加入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台湾讲想要争取加入。我们当然希望和理念相同的国家共同建立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哪怕是今天美方宣布了重大的军售，中共都采取报复的行动和措施。我们如何真正能够握到每一双手？我们不见得。我们今天很高调去做。另外，国军强化作战系统，通讲必规划向美国采买Link-22射固电系统，会当帮助抵抗电子战。上重要的是，会当甲美军联邦及时分享证据，建造共同作战的导向。毕煌辉证实，国军有考虑要买，相关的规划也无拄到阻碍。记者综合报道。全国工业总会新的总理事长潘俊盈上任，今仔日个当面向准总统赖清德呼吁人员甲欠工的问题需要解决，也建议着会当使用核能。因为赖清德是无正面的回应，不过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有表示，核电厂若要延役，需要佮经过讨论，嘛需要社会共识。全国工业总会举行理监事联席会议，准总统赖清德正做座上宾。新上任的工总理事长潘俊盈成礼后宾，表示今日未甲赖清德讲伤济，袂互准总统有压力。不过也明白表示，能源甲欠工是企业上爱面对的问题。核能绝对是一个干净，而且没有污染，经济上来讲呢是成本最低。所以我也建议政府要考虑，包括最基本的，我们对核能除役啦这些事情、延役这些事情，或者整个对这个能源政策重新检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潘俊盈致辞的时阵，当面发声，爱劳资企业都爱为企业做准备，对赖清德有信心。不过赖清德并无做出正面回应。支持核电厂延役吗？F 能保证到2023年、2030年都不缺电吗？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表示，工总去年所讲的培培所建言，甲政府政策方向同款。不过核电延役需要讨论的层面真多，需要有更较侪社会共识。立法院有在讨论这个核电延役的问题，需要有法治、程序、技术、财务以及社会共识，需要更充分的讨论。赖政府5日空特别上任，希望在无欠电前提之下，稳健推动能源转型。不过后来到场做好的民众党主席郭文泰讲，那核电要延役，台电也爱事先提出延役计划书，不是时间到啊就应继续用落去。不过目前煞无听到任何的风声。记者综合报道。那看到嘉义太保昨暗一间家厝火烧，都伫遮大的一口罩，7个人，其中老母甲2个后生不幸死亡。老爸带查某囝逃出来时阵有小烫伤，还佫有另外2个查某囝是拄好无伫厝里无代志。官府表示，这口罩是伫咧名单内底计收入好，已经有派社工去斗3工啊。目前这3个查某囡仔是拢交予因的亲情来照顾。因若发生火烧厝的原因，无排除人为的因素。北房又去封锁线，敢是人员到现场采集证据。毋过伫咧前一天暗头，北房火烧，高温互邻里无法度先拍火，厝内带了赶细一家7口。厝是租来的，主要趁钱的人是爸爸。阮哪有熟悉介绍讲，因得较善啊，5个囡仔，就讲就熟熟做伊安尼啦。查囝出来，搁要冲入去。就是警员拄仔来啊，拄仔感冒咧，唔好冲入，一直要冲入去，有火势就遐大。火灾时阵，39岁爸爸抱细汉查某囝走出来，脚趾片红烧伤。读小学的大查某囝甲第2查某囝拄好出去，无伫厝内。但是40岁妈妈甲7岁、4岁后生也无出来。警消伫个下间啊，爸母的房间陆续找着3个人，送医也是不治。官府表示，这口罩是官府列册的价收入库。有5名未成年的儿童，第一时间已经请社工来协助，3名查某囝先用家属来代替照顾。他们只知道爸爸妈妈，爸爸在医院，那
现在还不是很完整的了解现在的状态，我们还在想说要怎么跟他沟通。后续可能我们预估他长期的一个教育的这个需求上面可能延续到大学的部分，然后能够做一个教育基金的劝募。囡仔所读的学校讲已经甲公所分工，双重家庭的救助由公所协助，学生教育照顾则是由学校开设的专户来募款，希望当募到200万。初步了解，爸爸的伤势稳定，持续咧观察。但是起火的原因，因为囡仔制作笔录的时阵，讲法无完全共款，得要由警方来深入调查。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加以报道。咱头拄仔有看到太保一口罩无仔囝3个人是伫咧疫情内底，互人发现到已经不幸死亡啊。其实发生火烧厝的时阵，一般咱疫情的门是拢无法度动火动烟的，实在真危险。发生火灾的时阵，咱大家嘛拢真惊。不过咱会当透过消防演习甲正确的避难观念来减少伤亡的危险。咱即马就请吴欣为咱来说分明。是主播，最近火灾新闻咱直直有通看，拄到火灾爱安怎做，咱拢爱有了解。尤其也是一寡道生的观念是唔对的，才会错误的观念，甚至是会害咱的性命哦。到底爱安怎做才通顺利道生？咱做来看，拄到火灾啊，上好的应对就是走。离开建筑物，即马咱人呢，住楼厝较济，火烧厝的时阵呢，会有袂少人想讲爱走对顶站，但是这个观念是大错误。是安怎讲？因为火烧冲出来烟呢，对顶管走的1秒钟会当走3到5公尺，但是咱人对顶管走1秒钟，敢若通走半公尺，也就是讲，咱搁再拼嘛是无法度走赢烟，所以呢，就是爱落楼，但是落楼时阵就要注意，唔好坐电梯，爱行楼梯。可能讲楼梯无烟，才通落楼哦。要咧走的时阵呢，嘛爱记你讲顺续甲门关起来，来挡遐火势，来挡遐高烟。毋过楼梯若是已经有烟冲起来，这代表啥物？代表讲哦，楼骹已经是足危险啊的，唔通过落楼。这时阵爱做就是讲判断火势是对倒位开始烧，若是对东边烧，咱就赶紧去西边，利用道生的装置降来到1楼。在走的时阵，嘛有袂少人会想讲，爱摕单面巾，甲这个水，甲这个皮捂起来，遐是讲摕塑胶落啊，落伫咱的头壳顶哦。但是这拢是错误的观念，是安怎讲？因为其实啦，单面巾是无法度挡到烟，而且摕塑胶落啊，落伫咱的头壳顶，咱无法度喘气，无法度输着空气。会影响到咱的视线，咱人咧走就会变慢，甚至讲这是塑胶呢？塑胶拄着高温哦，是会扬起，那黏伫咱的皮肤是真危险。所以火烧厝的时阵，绝对唔好费时间去找单面巾，也是讲去找塑胶螺啊，因为因拢无保护的作用，甚至讲啊，咱人找即个无效的物件，是会误着逃生的时机。也正经无地走是要安怎？正经无对走时阵呢，就爱找无通风的房间内面，关伫门内等人来救。也关门了后呢，爱赶紧摕衫或是巾仔，甲即个门窗哦较好调。也开窗仔门对外来喊救人的时阵呢，即个开窗仔门进前啊，马上开人讲即个门窗是有太好吧，因为讲若无太好吧，空气走入来，即个火烧是愈烧愈旺。毋过爱注意哦，毋是所有空间拢通密，门啦、装潢啦，才会材质，若是较高因火烧的，就毋好密人。再来讲，无通风的空间嘛是重点。大家可能会想讲，疫情啊有水密伫，疫情啊较安全，毋过这是大误解。那拄则咱看到这嘉义太保火烧这站，有伫疫情啊找到死者。昨嘛有报讲台中西屯这边火烧爸爸甲查某囝不幸过往，人嘛是伫咧疫情啊找到的。是安怎疫情啊毋好密人呢？第一，就是讲疫情啊的门甲天棚，拄则咱讲，在即个问题，因普遍拢是塑胶也是玻璃做的，塑胶甲玻璃拄着高温是真够变形。第二，疫情啊普遍拢会有通风的设施，通风的设施烟就会对这设施侵入来，咱人哦就会去遭到甚至来死亡。第三，因为有通风的设施，所以普遍啊，即个疫情啊，拢无窗仔门，无窗仔门就真食力咯。因为啊，咱就无法度对外口化讲会要来讨救兵，甲这防灾底设计起来，毋好惊吓，毋好黑白装。平常时呢，嘛爱注意讲建筑物内底逃生路线，重视消防的演练。那正经讲，拄着火烧厝，爱冷静来应对，提悬逃生成功的机会。
以上就是今日嘅发新闻，甲时间交等有主播。感谢吴欣为咱做这么详细说明。咱的镜头即马换来看，宜兰南方澳大桥伫咧2019年放起，致死6个外籍移工死亡。检方有起诉6个人，包括着苏澳港营运处的2个官员，也有大桥的承包商等等。下晡，宜兰地院伫咧一审宣判4个营造甲监造人员犯过失致死罪。监判1年6个月，也有2年的徒刑。因为2个港务公司的人员是判无罪，也可会当上诉。南澳大桥伫2019年10月放起，致死6个外籍移工罹难。检方侦查了后，认定厂商无照度来施工，监造单位无确实监督。管理机关台湾港务公司、苏澳港营运处伫检测甲管理医护有疏失，以过失致死等罪嫌，甲苏澳港营运处2个官员起诉，也有承包这条桥、协力、甲监造厂商等6个人，车白下晡会宣判。袂少沙石车真正通过葫芦岛大桥，这条桥是往回宜兰宜山甲三星的桥，车流量真大。不过因为同行的车使用率悬，经过宜兰县府的检测，虽然袂影响通行安全。不过限烧的范围大，所以启动修理。民众嘛感觉赛车过桥的时阵会心，就是缝隙会比较大一点，感觉上车子过会那个抖动的声音会比较大一点。可是应该是可以的，这个应该是新桥，应该没什么问题这样子。为了避免搁发生南澳大桥放起的事件，县政府管理的238条桥，每2年都会检测一届。今年包括葫芦岛大桥等30条桥，符合1年来爱修理的标准。我们今年检测的结果，那我们有发现有30座的桥梁需要维修哈，那我们现在目前都在维修当中。因为4月初3的地震，桥的安全问题，佫一个引起重视。只要桥伫进度超过4级的所在，都要重新检测。宜兰县总有195条桥符合这个标准，部分的桥检测了后，发现有受损的情形，县府讲拢已经修复完成，请民众放心。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各大发生几啊件警员行底路的事件，中华民国警察甲眷属关怀协会今仔日就召开记者会，呼吁警政署唔通干那顾形象，出代志就赶工要甲处理掉，应该爱愈重视基层警员的权益。因若伫咧3月底有一位查某警员，敢若是去互人冤枉牵涉着窃盗罪，互警大研究所退学了后，就选择行底路。伊的爸母嘛有出面来呼吁，爱查明因查某囝的清白。聘请律师去申诉，还有诉愿都一一被驳回。他希望没有结果，所以以死明志，希望学校能还他一个清白。第3个底，敢若是因为被指控涉嫌偷地发冤枉，互警察大学研究所退学，离开情自杀的台南市麻豆女警杨雅涵的老爸，讲到伤心的所在是忍袂了强要哭出来。杨妈妈也伫咧边仔哭甲挡袂了，讲爱害因查某囝清白。这件代志是因为杨雅涵甲同事互相买物件，所第3个人检举讲有一笔1000外块的小转入去杨雅涵的口座内面，被认为是偷摕。律师质疑警察大学只敢用4天的时间就调查终结，做出退学的处分。时间会这么赶，是毋是受到恶意检举人的主导？一个退学的处分是毋是符合行政中立？中央警察大学竟然只用了4天就完成了调查。按经验，这个公文跑的速度简直快到不可思议，合理怀疑有相关的人员积极在推动这个案件的进行。李伟表示，根据检察院的报告，在过去10年之间，总共有52位警察自杀。在最近4年就22位，因若今年才到4个月领，就6位警察开枪自杀。也讲警察体系内部强化制度，一个欠缺停诉证据，造成真侪处理流程已经无符合程序，互基层的警察唔知要哪做较好，甚至伫咧职场遭受到无公平的待遇。要申诉，如果惊会影响警察的形象，或者是定时的升迁，颠倒互申诉机会被没收。更多的是在工作的时候，来自4面8方的压力。碰到问题的同仁，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们，能够适时的提供协助的方案。李伟也希望内政部警政署会让更加重视基层环境的权益，唔是警察的形象。互代志处理的时阵，会让更加符合停诉证据。
而且加关心警察个人的状况，唔当让这种危险的代志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警方伫咧台中约一个通缉犯，这嫌犯佮牙签秘伫铁厝内底，甲警方来对徛。落尾警方是甲嫌犯80岁老母找来斗过程。那警方为避免伤亡，那不断的安抚这个赖显的一个情绪劝降，那直到请来他80岁的一个母亲到场七情喊话，那要赖男来冷静，爱惜自己的生命。那并且在警方努力沟通之下，那他这个赖显终于自知这个难逃法网，那卸下赖显的心防。这个嫌犯发现到警方要来甲抓，就走登去处理牙签反抗。警方嘛对天顶来开枪，双方就安尼对徛5点钟。落尾警方是甲嫌犯的老母请来斗苦劝，才甲嫌犯投降，才互嫌犯投降，交出一支枪、34粒枪支，也有毒品、海洛因等等。专案是依照违反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甲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等的罪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也因为这个嫌犯已经互人通缉啊，随着发家执行。过来看到今年2月，苗栗地方法院一个姓陈的书记官，敢若是因为过劳不幸死亡。今仔日书记官工作权益促进会嘛有召开记者会，对司法院甲法务部提出诉求，包括爱补充书记官的人力，减轻书记官的行政业务负担，嘛诉求就爱互因会当比较一般的劳工适用职安法。书记官其实不只有配法官这个业务，他还有很多行政上面的业务，甚至是不需要配法官的，就是有很多法律上也都有规定，就是他有其他行政上的事务就需要处理。今年2月，苗栗地方法院一个姓陈的书记官，疑似因为过劳死亡。蔡北书记官工作权益促进会参相关 NGO， 甲在野立委召开记者会提出诉求。包括爱甲检察官甲书记官的人数比例，为现行的1比1.1左右，提悬到1比1.5，减轻书记官业务负担。咱配法官还是配检察官，这个业务叫做记录。除了记录以外，一般的民众袂去拄到啦，因为迄是内底亲像啥物文书啊、研考啊、总务啊，这拢是爱书记官的。促进会表示，书记官文书业务多搁复杂，也常常有因为行政工作延长规定工作的状况。希望解决过劳问题，不过目前亲像书记官这款公务人员，这案问题是使用公务人员安全甲卫生防护办法，因希望通比较一般的劳工使用法律层级较悬的职业安全卫生法。公务员其实不是劳工，就是没有劳动检查这种东西哈。那公务人员对机关职业安全的意见，其实也就是建议，还有一些请求。如果请求不成，我们就会再来一个救济。就算成功了，其实你对机关其实也没有什么额外的罚则。已经请高院检讨书记官的办案期限之外，也请各法院在经费许可的范围内，适度的以委外的人力来协助减轻书记官核心业务以外的工作。我们也很愿意邀请基层的书记官同仁们一起来开会。书记官工作权益促进会希望透过增加人力、行政流程电子化这个方法，减轻书记官的负担。伊也呼吁司法院、法务部这个机关，应该邀请促进会共同讨论书记官行政工作的问题，会使安怎改善。记者郭美玲、凯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罗西亚总统普廷伫咧初7宣誓就职，正式展开伊的第5个总统的任期。不过大多数的欧美国家是拢因为俄乌战争无派大使去参加典礼。另外一边，乌克兰是宣布有掠到一件要暗杀因的总统泽伦斯基的阴谋计划。克里姆林宫金光闪闪的圣安德鲁厅，这扇金色的大门再一遍为普廷开过。已经红地毯开始新的6年任期，甲伊自1999年开始连续执政25年的纪录继续延长。伊伫就职演讲时阵，首先感谢2年来对乌克兰作战的俄军，所来指控西方国家替乌克兰作为打击甲分裂俄罗斯的工具，伊无停止甲西方的对话，但是必须条件对等。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 вопросам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озможен, но не с позиции силы, без всякого высокомерия, чванства и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сти, а только на равных, уважая интересы друг друга. 普廷伫咧顶个月大选以87%的得票率压倒性胜出，也
因过两位反正派候选人拢被摕掉参选的资格，选举的公正性受到质疑。未来对反对派镇压恐惊是愈来愈多。美国、英国、加拿大甲欧盟大部分的国家拢无派大使参加就职典礼、甲阅兵抑个宗教仪式。已经过身的俄罗斯积极领袖纳瓦尼的遗孀尤利亚，也伫海外发影片继续提出批评。We must make sure that no one in the world believes Putin. Our country is now ruled by a liar, a thief, and a murderer. 在此同时，乌克兰的安全部门宣布查到一个暗杀国内军政高层，甚至被暗杀总统泽伦斯基的计划。嫌犯是两位属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上校。不过，因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一个特务帮的成员。泽伦斯基北讲，伊家己经历过10几遍的暗杀。当局讲，这是第一遍发现藏伫咧国家安全局的俄国间谍。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在影音平台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 和美国要求要含因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撤离哩。不过 TikTok 伫咧初七是正式对美国政府提起违宪的诉讼。这等于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美国1亿7千万的 TikTok 用户权利的对决。外界研判这官司可能会拖几粒冬，若是 TikTok 告诉，可能就会退出美国的市场。美国总统拜登伫咧4月24签国会通过 TikTok 的禁令法案，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强制要求 TikTok 伫9个月内脱离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TikTok 伫咧初七向华府联邦上诉法院提出违宪的诉讼，控告这项法案违反宪法第1修正案，侵犯全美国1.7亿用户的言论自由权。TikTok is asking first to temporarily block the federal law from going into effect so that they could go through this lawsuit. But what they're arguing is that the lawsuit is unconstitutional and violates the First Amendment because it is restricting people's speech on TikTok. TikTok 伫咧诉讼内面讲，这是美国国会有史以来第一遍立法抵制一个公开言论平台，并且禁止美国人就这个平台发表言论。美国是强调，法案并不是禁止使用 TikTok。而是透过转授的方式减少安全的疑虑。因为字节跳动指出，中国当局是袂同意要卖，特别是 TikTok 的演算法被认为是伫美国地区营运成功的关键。因为对技术面来看 ，TikTok 的运作也无啥可能独立伫咧其他地区以外家己营运。外界预测，这场宪法辩论的官司短期内是袂结束。上海情形是 TikTok 败诉了就退出美国的市场。It's a really complicated one. A lot of experts have also said that it could go as far as the Supreme Court. So even though there is the 9-month to 1-year deadline for TikTok to be sold, this lawsuit could possibly stretch that out much longer, even years. TikTok 计划透过宪法诉讼要求禁止美国司法部实施强制出售的法案。这件历史性的违宪官司对决，也再一遍看到美国甲中国伫咧国家安全甲经济实力的比较甲竞争。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镜头转来看国内边境贷款条例，伫咧去年7月开始实施，有规定出司法人买卖厝就需要许可的制度，希望会当压制炒房。不过，所有企业是以员工宿舍的名义来咧买卖好价厝。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最近已经有修正相关的办法来阻挡司法人软空芳。为了阻挡法人买厝成做好价人炒房甲囤房的情形，去年边境贷款条例修正，建立司法人购买主体许可制。不过民间团体甲立委黄国昌审阅资料的时阵发现讲，现在上路到达要1年，有不少公司以员工宿舍的名义来买卖奢华主体限购的情形。有人会买平均每一平买100万的房子，每一平100万的房子拿来当出租住宅吗？有人会买平均每一平买100万的房子来当员工宿舍吗？民间团体表示，在申请当作宿舍案件内底，员工人数10个人以下的法人比例是41.3%，甚至有17个法人是一人公司，而且有27.3%买宿舍的总价超过4000万。摕来虽人经营的案件内底，遮侪公司的本业甲税厝互人是完全无关系，而且租厝报酬率明显不合理，这个审查的机制有哪无，根本是拍假球。现在我们这个抓出来的这些资料呢，有些
根本您从表面上或者他申请的资料上面就可以知道，他根本不是当宿舍，也不是要做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租赁的业务哦，所以我们认为应该还是要有一些补救的措施。过去是22000多户，现在大概只剩下200多户。那我们也发现这个200多户里面有少部分，大概有30几户，他可能是这个私人的公司，但是他去购买豪宅。那我在了解这个状况之后呢，4月26号之后，我们就立即召开会议。林佑昌强调讲，已经在4月29针对司法人买收供主体使用的厝，许可办法第4条、第14条、甲第16条规定进行修正公告。公告期为4月30至5月14，希望阻挡这个情形。不过民间团体呼吁，内政部应该搁纳入买厝地点、合理的介绍、投资报酬率、房型等等有路的规范，也该追踪审查通过案件，建立事后抽查的机制。只要无符合使用计划，司法人都要处分，才会当达成协助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警方去年底有查到一个民众伫咧网络卖棒球亚锦赛门票，介绍佮贴300块咧卖。警方是依照社违法来个侦办，不过经过法院审理，合议庭认定这被告转卖门票干那一张尔，甲一般大量咧买门票贴关介绍来趁钱的不肖人士是无共款的，所以裁定这个被告无被甲罚。去年底亚锦赛大巨蛋拍甲真闹热，开播的大汉大战，阁是美艳先轰动，门票一时也卖了了，也互黄牛有机会趁钱。警方短短2天都查到真侪人到案。当初查开黄牛票网络转卖行情上悬差到4000人，暗过黄牛加钱转卖，法院审理了后结果无同，有依照社会法开罚，有案件被认定钓鱼执法免罚，即马阁加一件。法官裁定免罚，因为法官有独立裁量权嘛，那并不是每一个法官都会有一致的见解，尊重法院的一个结果。案件等到去年底，警方查到现场的网友将原价800块的门票，伫面册用1000来卖。暗过合议庭考虑被告抢到内晓票了后，才转卖原票，明证明买票的动机就是转卖道理。加上转卖只有1张，甲一般大量买入去，佮加钱卖出去，贪图薄利的人无共，这理由切到裁定免罚。只要有加价贩售就是，但是如果他是单纯他买了没空去，然后他只是加那个邮资那叫手续费或交通费那些的，那个不会被认为是加价贩售，也保留这种弹性。过去的运动赛事黄牛甲能照社会法在此，暗过今年初3读通过运动产业发展条例，目前已经接到2件黄牛案件。体育署表示，若是民众让票要求对方负担价这的手续的费用，无造成黄牛事件。暗过就惊有人用真悬的介绍转卖，用其他名义包装闪诈集，生活成效如何，都爱个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甲艺术品翠玉白菜借互南美馆，结果这工作人员咧交接的时，就直接甲这电视图啊开开，无顾虑到损坏风险。另外，高雄南院的库房也佮传出互人乌白走入去。针对这寡疏失，高雄的院长肖宗宏今仔日有去到立法院质询，强调因年底就会定出相关的流程甲规范，嘛会来处罚违规的人员。我们真的觉得，你看这个动作，真的好像在签收快递一样。今日质询时阵，炮声拢无停，因为高雄要做珍品翠玉白菜和南美馆展出，所人翕到。高雄甲南美馆的工作人员伫交接时阵，直接甲电视图啊开开，伫咧离翠玉白菜无到3公分的边仔签文件，互人批评无顾到对国保可能的危害。高雄议长肖宗宏找陪到立法院质询，一直和调解立会追问，讲这件代志要安怎处理。如果今天那支笔去碰触到这个翠玉白菜，你可以说它是安全的，你可以认同你的处长说这个是一个小疏失。没有按照标准作业流程，标准作业流程的话是应该把签名的部分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在博物馆来讲的话，那个专业素养基本上来讲还要再训练。目前内部盘点还有没有其他 SOP 是不足的？命令通通翻出来，然后做一个总盘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想我们在年底的话会有一个故宫的法令汇编。另外，针对高雄南院的库房被指控讲互人撞入去，肖宗宏强调。
要入去库房，一定要甲原因、时间、名全部互首长。这边的状况是发生伫咧内面无文物的空的库房，因为厂商派入去的人无伫咧原本提报名单内面，会依照规定严格处罚。考纪会惩处的话，5月6号他们呈报上来，结果我们那个主席、副院长把他退回去了，要他们重新调查、重提惩处名单。因为虽然是一个空库房，可是对于一个专业的博物馆，这是不能容忍的。你会关心行政院是不是为国疆的降级伫咧做准备？肖总统强调，国疆的组织改造是行政院的权责。照目前来看，程度若是伤过大，对国疆不利。另外，对于5年旷了，伊是不是留任？肖总统讲，也无被正式定选意见，若是会使，欢迎甲大家继续做伙拍拼。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公东高工，也有育人高中，另外是嘉义市的丰仁兴华中学，这4间私立学校，即马是获教育部宣布改读全府学校的身份。其中公东高工是透过卖土地，也有大家来寄付，才化解债务的危机。今仔日个特别召开记者会，感谢社会大众，嘛表示因未来会阁提升对学生的培养甲教育。学生真流利的操作机器切木材，创校60几栋，互看做木工摇拿的台东公东高工，透过卖校地捐款等，初7改读全府身份。校方初8开记者会，感谢外界的爱心，嘛说明未来的规划。就业在家学习，这个其实对学生是一个很好的生涯规划啊。这个是我们配合教育部就是产学携手2.0的计划啊，这个对学生的学习跟就业是一个非常大的保障。公东高工去年来做全府学校的时阵，风真烦恼，万一关校，会影响偏乡技职教育的发展，甲在地学生技术的培养。即马危机解除，互老师甲学生拢松一口气。毋那公东高工初7改读全府身份的，分别有111年历入来的丰仁中学、育仁高中，甲去年历入来的新华中学。公东高工伫债务困境解除了，变做第一波对退场条例脱困的私校。本来丰仁对课程自我要求是非常的高了，师资我们也绝对是把合格教师率提高到最好是100%这样，教学设备要与时俱进所以我们都积极来改善。同款伫嘉义的新华中学嘛，因为新董事会出资金了化解危机，4校除了强化财务结构，嘛对师资教学环境做提升。新华甲丰仁更针对嘉义的高科技产业设计课程，要伫少子化的冲击当中冲破困境。记者台东嘉义报道。云林县113学年度到4月底为止，县内公立国小的1年新生拢总有4215个人报到，比顶一个学年度是较减少260个人。其中有8间学校干那1个人报到，甚至有2间学校是无人去报到的。云林县教育处强调，会遵守教育部一个学生要开班的规定，嘛鼓励这4间学校爱推出特色的课程吸引学生。最近新的一年新生陆续报到，经云林县教育处统计，113年学年度云林公立国小新生报到人数总共4215人，比去年减少大约260人。其中有8间学校只有1个人报到，2间学校无人报到。年来上济学校，因为受到少子化的影响那我们事先有请各乡镇强迫入学委员会先了解各国小的新生人数那有些学校呢，它本来学区里面就没有学生，所以也就影响了今年的有些学校的学生报到情形。对此，教育处强调，今年会遵守教育部一人申班的规定，目前无采并校的考量。但鼓励学校发展特色教育，其中岛南中公国小去年转型成童军教育实验学校。今年虽然学区无学生，却吸引7名学区外囡仔来报到。4大主题课程：童军户外探索、童军记忆新传、童军科技实作，以及我们的童军多语运用，用这样的一个主轴课程，来让我们的孩子有系统化的一个学习。中央国小表示，去年全校学生只有3-4人。透过转型成童军教育实验学校，除了传统的考试科目，每礼拜有9节融入童军教育。今年陆续转来15位学生，希望强化学校的独特性，来吸引家长和囡仔继续向云林报道。
台东县美丽湾度假村的 BOT 案已经完20多档啊！伫咧2021年，县府开6亿外对业者的手里买断去，规划要委托民间来经营文教基地。今年又一间饭店的业者摕到经营权，不过这文教基地设施的规划嘛，包括着大的空间，所以就全团咧烦恼讲，度假村是换一个方式继续开落去。3年前，台东县政府开6.29亿买断，这嘛放伫咧营业，三环美丽湾度假村正伫咧整理，这个月就要办东东音乐节。因故其实县府以出产法广告招商，要活化县有的财产，为外经营这文教基地。今年初已经点交予一间饭店业者摕到42年的经营权，这个月要签约。我们主要的目标是规划成文教设施，那将来这边会做一个教育训练的多功能基地，那会提供一些课程。做一些相关训练或是展演、展览的相关活动，都会在这边举办。那可以住宿吗？我们没有提供所谓的旅馆住宿。县府讲，委华招商即家针对美丽湾建筑物，若要大，正来限定将是教育训练必要的学员，加教练需要的大，而且限定总老板面积上最40派空间，所以不是饭店的经营形态。但是全团认为。美丽湾的房间数有120多间，已经占老地方面积的34%。等是房间全部拢会当提供大数。文教设施只是暗号，各种团体拢会当申请来做教育训练，并且大。广告底如果变作是度假村，还是摆脱不了它是度假村饭店这样子的一个事实。那我觉得县府它这种用文教设施的做法规避环评呢，其实是。一个行政滥权哈。县府强调，会严格审查业者的各种活动，拢要符合文教规范。以后的收益估计超过6亿，并经买断损失，而且也会继续开放海沙堡停车场做公共使用，游泳池也会屯边。严过全团讲，好不容易开20年，为了要保护海洋，抗争成功，停止美丽湾开发，怎么如果要开发变做度假村，无排除会继续发动抗争。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西瓜就要大出啊！不过，伫咧花莲玉里就有农民指出，收西瓜搬上熊甲价销减一半，农民就烦恼趁无够因的成本。针对这件代志，农业部表示会搁加强辅导，确保农民的权益。嘛有立委提案要修正农产品市场交易法，针对散播假消息去影响到农产品的起草的人，相当要提悬罚到1000万。西瓜开始收成，最近所有花莲玉里农民表示，原本甲番仔讲好介绍，结果收西瓜了后，番仔说讲品质无好，介绍抬对半，对农民定用口头承诺甲番仔讲介绍。农业部表示，这真无保障，将对客族会个进行辅导。是属于个案啊，针对后端的这些市场通路哦，协助他能够顺利的销往我们的西部。地动了后，花莲农产品必须要线路送到西部，成本增加。农业部除了启动运费补贴，嘛鼓励消费者多支持。离特定通路买满500送100。下早日立法院有立委提案修正农产品市场交易法，对故意传播无实在信息来影响交易绩效，要来提悬罚款。我们是希望从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提高到6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本部在这边也表达他的支持，但是对于最高的罚锾的部分还是请考量到各种法律之间的最高罚锾的一个衡明性。不过农业部承认过去影响农产品交易介绍假消息唔捌发过，因为要抓到源头真困难。你如果一样查不到的话，你一样罚不下去啊。对，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谣言一开始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当下就要去追查，而不是等到这个谣言扩散了以后。另外，针对农产品交易垄断、操纵介绍来赚不当利益等行为，立委嘛提案要甲相关的罚款提悬到3000万。农业部嘛表示支持。记者林俊明、陈昌伟台北报道。5月是高雄那马夏的水蜜桃产季，不过今年受到天气的影响，雨水无够，致使这水蜜桃的产量是减少要一半，水蜜桃嘛生做有较细粒。高雄有里长连续10位担当有义卖水蜜桃的活动，现场1000箱的水蜜桃是目年就卖了了。
高雄顶当里人是叉，一粒一粒把甜的水蜜桃，大家拢是几若想来买。这是南马社农民透早为山顶运送落来。顶当里里长已经连续10年邀请农民来义卖水蜜桃，现场准备1000箱，全部卖了。今年我买20啊，就是它的伊的物件食落去，加落去，汤就流出来啊。 无人比伊搁较好食，100万的产值，100万，你看，像这安尼，其他因啊，也免经过中间这个波折，因会当加增加40万。辛苦种植水蜜桃真受欢迎，不过农民是淡薄仔心酸，因为今年水蜜桃受到气候、雨水变少影响，授粉的时阵煞拄着落雨，致使结果的状况无好，产量是减3-4成。南马社区长表示讲，虽然今年水蜜桃较细粒，不过甜度共款有14度，价小拢无起。像我们今天带出来的量都是小颗的，大小也有差啦，因为可能真的就是气候的关系，所以那大小粒就是小颗的，真的量比较多。我们每年水蜜桃数量大概都是200万粒左右了哈。那今年因为被影响，可能只有100多万粒了。今年水蜜桃跟往年一样，甜度还是达到14度。 区长表示讲，南马社农民大部分是种水蜜桃，种植面积40万公顷。今年虽然因为天气产期延后，加在水蜜桃品质并无影响，也感谢里长斗3工行销，把山顶的好滋味分享给大家。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 来看台中有一位姓李的查某人，因为生囡仔了后变大箍，就去就医，要来做缩胃肠的手术。不过因为伊是腹内器官全部拢甲人无共病的人，所以所有的这医疗器材甲手术的流程拢总爱经过调整，而且手术的时间嘛加一倍，好佳在是顺利来完成。叫做全球头一个伊的内脏完全无共病，不过有成功进行缩胃肠手术的案例。 摕到特制器官的衫，伫咧身躯顶比血。35岁李小姐高中的时阵，就医检查意外发现家己的器官位置左右颠倒病，后来因为产后体重飙升到112公斤，造成中重度脂肪肝加困眠呼吸中止症，要进行手术的时阵，才知影家己是全球头一个内脏全转位的缩胃矿肠手术。在高中我出车祸的时候就发现心脏了啊，之后后续身体不舒服是在有一段时间。 肠胃不太舒服，我就去挂急诊，急诊就叫我去照核磁共振。之后他跟我讲说：“你全部的器官都不一样哎。”中国妇医表示，俗称镜面人的内脏位置反向是真罕见的先天性基因异常，大约每2.5万人当中会有一个。外科医生规个职业生涯拢无一定会拄到，若是手术的时间要加出1倍，所有的医疗器械甲手术的步数拢要调整到完全反向的位置，事前也无法度练习，只会当凭手术的经验甲随机应变。缩胃矿肠这种全转位的病人。 完全镜像转位，全球这是一个的确是全球首例。实际上，外科医师或许这一辈子可能遇到1个或2个这样子的案例。正常我们在做标准的缩胃矿肠手术，其实大概1个小时70分钟左右。可是像这样的案例，必须要大概多1个小时，大概要2个小时左右才做得完。医方强调，缩胃矿肠手术是结合为缩小加近端肠仔息肉的新式手术。以往内脏转位案例，大部分是部分器官反向，全器官转位是头一届，术后会当 减少腰的感觉，而且增加食物件时阵的饱足感，达到减重的效果。记者台中报道。现代真侪人工课较无闲，定定就无食早顿。总讲有者嘛是凊彩食一个方便的就好，无去顾虑到营养敢有够。台湾感情基金会伫礼拜3有公布民众食早顿的习惯，也佫有身体健康的调查，发现到民众伫咧早顿食果菜比例是有较低。因也指出，其中伫咧30岁到39岁女性，这个族群因为家庭甲工课双并的压力大，是健康状况上歹的族群。 大人参囡仔做伙去早顿打食早顿，对现代人来讲，食外口是较方便的选择。面对工课和家庭的压力，有民众认为会较重视囡仔的健康，疏忽着家己，也因为赶时间，早顿拢以简单为主，无就是2顿做1顿食，直接食到。没有时间，我是习惯直接中午吃早餐、吃午餐的。
去早餐店买日狗还有萝卜糕，2颗水煮蛋，然后1杯自己的奶昔，跟小朋友一起吃，就是很方便快速的。根据台湾癌症基金会针对20至65岁民众做调查，发现即卖的人因为较无闲，拣早顿拢以方便、速度紧为主。上接点的早顿包括胖、小胖糕、卵饼，拢是碳水化合物真悬的组合。综合早顿习惯和身体健康状况来看，发现30至39岁的女性是身体健康评估落来上歹族群。不过因囡仔健康状况煞拢袂歹，显示大人较要意囡仔健康会疏忽着家己。营养师建议会当穿一寡好早食起来方便的物件做早顿。豆浆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来源，但我们要留意里面的添加糖，可以选择无糖的豆浆。三明治啊，我们可以选择是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是里脊肉啊、鸡肉。最好的话可以选择里面有其中几层可能是加蔬菜或加水果的，奇异果啊、香蕉啊这类型水果其实很方便携带。另外，根据这届调查也发现，大部分人较惯是尾仔肉食水果，早顿食水果的民众占无到2成。不过，营养师也建议，胃肠伫早起的吸收真好，会再食寡菜色和水果，通帮助消化。伊也建议，青菜甲水果爱3顿平均落去食，较才会够热。记者刘新武、谢桂林台北报道。食药署前昨仔公布，伫咧全国4500多间药局，拢会当去免费领新冠肺炎的快筛试剂。不过，因为大多数拢是特别过期的试剂，就有民众惊会验袂准，产生疑虑。食药署有解说讲，只要快筛也未过期，拢会当安心来使用。即马侪药局拢有免费提供快筛予民众，疾管署甲药师工会合作，对5月初六开始，全国有4500多间药局免费提供新冠肺炎的快筛试剂，总共1000万剂。民众免证件就会使领，无限制数量。也毋过，这个快筛多数拢是要过期的，为民众嘛对快筛的检测效果产生疑虑。你好像快要过期，然后以多出来的借口去发给大家。我觉得那是观感上的问题，应该不会啦，因为如果没有过期，应该都还可以用。有民众表示，惊要过期，效果歹，袂去药局领快筛。有人是认为无过期都不要紧。针对民众的疑虑，是药师拜三在记者会时就表示，只要快筛要未过期，民众也是会当安心使用。厂商通常会采取保险的做法，就是在真正它的效期之前，采取一个比较安全的期限来定为它的有效期限。但是过了这个有效期限后面的时间，我们没有人知道厂商真正的数据在哪里啊？所以究竟是1天、1周、1个月、半年，没有人知道。另外，疾管署在5月初7嘛发布，国内最近4礼拜以来的变异毒监测，拢会验到 JN.1BA.2.86，也有目前国际上新关注的变异毒 KP.2。针对目前市面上的新冠快筛检验验会准的问题，食药署对于快筛设计来解说，表示检测的效果无问题，民众免烦恼。这个的改变都是发生在病毒本身的 S 蛋白上面，S 蛋白上面。但是我们在新冠快筛的设计，通常都是针对它的 N 蛋白来做设计。那这些变异株，事实上从最早期的原始株到现在的 Omicron 的以及后面这些衍生的变异株，在 N 蛋白的结构上其实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几乎所有的核准的新冠试剂，其实在侦测上都不会产生问题。食药署嘛提醒民众，无论是药局领的快筛，还是厝内也未用到的，伫咧使用进前一定要注意包装面顶的标示的期限，若是已经过期，呼吁民众照一般本水的方式等掉，莫搁用。记者卢尚如、王可轩台北报道。即马伫咧网络登场的韩国戏剧《雷之女王》是创下真好的收视成绩。不过制作单位是伫咧事后才讲出，其实包括这美丽设景，也是笑伫咧车顶的街路光影，拢是透过 AI 来制作的。不过做甲真水、真自然，所以一般的观众根本就分不出真假。《雷之女王》这部爱情戏剧反转爱情神话，描述由金秀贤主演，且读清官的毕彦佑娶豪门的公主了，双人经历袂好的婚姻黑暗期，后来偷开心结见光明。剧中金秀贤演技活跳自在。내팔자를내가 꽂지？演财团千金的金智媛，嘛将冰山美人的形象演甲真斗大。不过女主角这届伫雪地逃亡的戏份，无讲你看袂出来，其实场景是假，因为书当时无落雪，制作单位捌考虑要去外国取景，后来因找虚拟工作室，决定利用新形式 AI 来制作像拿落雪的景象。이렇게 복잡한 나무로 된 것들을 연장하는 게 사실 사람이 하면은
숙련된 아티스트가 해도 못한다 쪽에 가까워요.戏剧团队讲 ，AI 唔会当创造设景，剧中几若场赛车的场景，嘛是伫边内用 AI 生成影像，结合虚拟技术创造的。 도심의 건물들이 이 차체 바디에도 묻어야 되고 이 운전하고 있는 저한테도 사실 비춰져야 되고 근데 그런 것들을 나중에 합성으로 작업을 하기에는 좀 손이 많이 가는 게 아무래도 상황 그 현실이고요. 근데 이제 LED 스튜디오 찍었을 때는 그런 것들을 한 번에 얻어가죠. 这个清楚分明的 AI 影像实在有够真的，观众都算事后才知影，嘛甲因真娱乐。看不出来它是人工智慧，然后还有它的那个血。 它的那个血就也是很真实。すごい今の映像技術にすごく驚きです。もう本当にリアルでした。雷之女王最近播出完结篇，收视率成功超过爱北港再创高峰，无听到甲 AI 科技的帮衬有关系。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天气报道在，咱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地区24度至30度，中部地区27度至32度，南部地区29度至34度，东部地区25度至29度。 还有外岛地区24度至28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丁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4月初3，花莲大地动到大，地动尾要不断。台湾厝龄超过30年的，就有480多万户，其中6都已经核准的规模建筑案，也是以上北为主。伫南部咱看到吼，就是咱的透天厝较济，免啦伫即个经济上、安全上，啊，佮有未来设计，吼，整个来替伊做一个吼完整的介绍，啊，互伊会使做一个决策。5月11日拜六中昼12点半，新闻看南方。 全面检讨涉案王。这个孩子一直在做帮助人工作，这2只手却是被铐上手铐。不教而杀谓之虐，就是师傅扛师啊，就是完全爱靠咱的经验。政府刚有看到伊的配套，你的人爱增加，啊无你的工作量就爱减少。社会安全嘛，互相会当支援感动，这是上理想的境界啦。拜1到拜4暗时9点，公视第2台台湾新眼界。 然后，读台大经济系5月名字的同学欧进良的介绍之下，对民主自治同盟的读册会，读过中国之空间这一册。实际上，政治单位早就伫